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箴言第15章第1節至33節，主題係智慧生活的言語表現。箴言書第15章指出，柔和嘅回答能夠止息怒氣，而暴戾嘅言語就會激起紛爭。上主察看人嘅內心行為，喜悅正直，憎恨邪惡，使持守公義嘅人得到光明。另外，智慧人樂於受管教，而愚昧人就厭棄責備。義人祈求，得蒙垂聽，而惡人嘅道路會被棄絕。謙卑之心就得智慧，引導人走喺良善嘅正道上。此外，良善嘅言語就好似生命樹一樣，而乖謬嘅舌頭就會傷害人。勤勞嘅人必得飽足，而懶惰嘅人就必招致損失。最後，作者強調，義人嘅心思存正道，而惡人嘅計謀必定敗亡。追求公義嘅人會得到尊榮，而遠離罪惡嘅人就會得到看顧同保守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箴言第15章強調，智慧人樂於受教導，而愚昧人就厭棄責備。咁當面對勸誡嘅時候，你嘅內心係充滿防衛同拒絕，抑或願意被修剪，使自己更成熟呢？